大家好啊，我係五仔啊。哇，呢一節講下一位呢。如果講個名你未必知，但係你望到佢個樣呢，你就知邊位啦。或者你應該嗌佢做咩呢？譚道德，咁你就知邊個啦。咁啊，陳榮俊你未必識啊，譚道德你應該知啊。愛回家開心速遞嘅一個，亦都算唔算係台柱呢？其中一個人物啦。咁同佢老婆啊，譚何容儀啊，吳香倫啊，模範夫妻啊，就形象入屋啦。不過其實佢本身佢哋都係夫婦嚟嘅。咁佢哋即係都幾難，即係走到今時今日啦。陳榮俊先生嗰個感情世界都幾經波折噶。咁而家咧新聞就賣佢咧飛去新西蘭咧，就探個女同個女婿。咁佢呢個女咧同個女婿咧，即係個女啦，又唔係而家呢位吳香倫所生嘅喎。因為咧陳榮俊本身就同前妻咧，應該咁樣講啦，首任妻子啦，亡妻啦，佢老婆過咗身就走咗啦，就有一仔一女嘅。咁就同阿吳香倫就擦出愛火花啦。咁啊，然後就大家都知佢哋好恩愛好好啦。咁樣呢個得來不易嘅感情幾經波折。咁佢個女咧就做護士嘅，就2年前嫁咗去新西蘭啊。咁啊，婚後之後1年咧就生咗小朋友，生咗個仔噶。佢就做咗阿公噶啦，已經係。咁啊，同個現任老婆阿吳香倫咧專登咧去新西蘭咧就見證個外孫個出生啊。咁啊，你睇下譚道德咧都已經成70歲噶啦，原來，但個樣都仲係好 fit 啊。係啊，容光煥發啊！話佢過年嗰時容光煥發，就喺新西蘭同大家拜個年，背後唔知唔知係咪佢個女同女婿住個大屋啦？個鏡頭一轉咧，就去咗新西蘭南島基督城，就觀賞新春文藝晚會。咁啊，陳榮俊咧就戴個 cap 帽啦，精神爽利啦，皮膚啊靚喎，話佢其實佢皮膚不嬲都幾好嘅。就話新年旅行新一站似乎計劃呢一個新年咧再會去環遊世界、周遊列國嘅。TVB 嗰個人工嗰個工作量可以令你周圍去咩？咁似乎都撈得幾唔錯啊！我以前喺電視台聽，好似有聽佢傾偈講嘢啦。有陣時佢同人傾偈講嘢，佢哋都係除咗拍電視出面都好多飯數嘅。不過講開感情世界咧，佢啊真係幾複雜啦。咁啊呢位陳榮俊啊，演藝圈嘅前輩，做咗30年綠葉啊。其實咧佢個感情世界都幾慘。佢第一任妻子咧就係離世咁都係染咗怪病，係咪怪病咧？我哋睇一睇先。有一句說話啦，佢話天氣凍啦，你戴翻頂帽啦。咁啊，一諗起佢老婆，即係第一任老婆叫鄭安麗咧，昏迷前呢句係最後一句說話。哇！佢即刻喊，佢強忍淚水。佢話有時諗起太太都唔開心。結婚多年都係佢陪我捱，最後嘅遺言都係佢關心我。當時佢要拍一個叫做《九江12方》，佢剃光個頭。咁佢叫佢戴翻頂帽。一講完呢句說話咧，佢就昏迷啦。結咗婚29年，2010年佢太太離世，對佢打擊好大。直到即係幾年前啦，2017年啊，公開同藝人吳香倫相戀求婚，得到好多祝福。咁呢段黃昏戀呢，令佢投身無線30年啊，超過嘅陳榮俊呢，再次備受關注。咁有陣時睇《愛回家》，你見到佢啦，譚道德啊嘛，兩公婆啊嘛，近年都有啲作品嘅。佢話咧，原來係由黃霑一手發掘佢入行嘅噃，而長期做綠葉咧，係因為佢習慣咗早睡早起嘅，係咪咧？未必真係嘅。講真，我喺 TVB 見過佢凌晨嗰陣時，夜晚即係撩人傾偈嘅。咁但係可能佢真係唔捱得，都唔定。都未必嘅，呢啲嘢好難講，揾個原因。咁講一講佢嗰個入行經歷咧，然後就講佢兩個妻子嘅情況。佢本身唔係叫陳榮俊，佢叫陳榮基嘅本身改咗個藝名。佢入咗行之後咧，就拍嗰啲武打戲，因為佢入行嗰陣時咧就係香港嘅武打片年代。佢拍過呢個廣東嘅鐵橋3，幾乎由廣州俾人抬翻落嚟。
咁啊楚留香咧就拍到咧肋骨都裂埋，係啦。咁啊藝人啊金國亮建議佢話：你不如改名轉運啦。咁之後佢係揾師傅咧改咗名叫陳明俊。佢話之後拍戲冇咁易受傷啦，咁即係信不信由你啦。咁啊投身呢個演藝圈之前咧，原來佢係一個冷氣技工嚟，幫酒店咧就維修冷氣噶，仲兼職做的士司機。咁去到1983年咧，佢喺皇室堡載阿黃霑翻大坑，短短幾分鐘咧改變咗佢一生。黃霑一上車，佢話：哥仔，你唔係正職揸的士噶嘛？咁啊陳明俊答佢：阿霑叔你點知啊？阿霑叔興致勃勃話：就講粗口噶，阿霑叔。妖的士佬點會問？請問唔該啊，你個樣可以做明星啦，唔好揸的士啦，去考訓練班啊咁樣。哦咁樣啊，霑叔提攜佢喎。咁啊陳明俊當然有興趣啦，但係個小學畢業覺得自己唔夠學歷喎。佢話唔得，TVB 要中學畢業噶噃。咁啊黃霑咧即刻喺個公事包度咧攞咗呢個紙同筆，抄低咗個全名同電話。隔咗1個月，佢收到無線電話叫佢去面試，要讀稿啊，測試讀音啊呢啲啦。過多幾個月之後咧，佢啊真係獲邀試鏡，收到一個時裝同埋古裝嘅劇本。1星期之後咧，由黃愛明負責試鏡啊。1個月之後咧，佢係接到呢個取錄嘅通知。1984年1月正式加入無線藝員訓練班。咁犀利啊！霑叔提攜佢啊，真係佢真係欠咗霑叔嘅呢個或者霑叔上世欠咗你啦吓。咁初期佢一邊喺酒店打工咧，一邊就喺無線進修呢個戲劇。後來啦就辭職專心做演員。咁早期咧演嗰啲風度翩翩嗰啲靚仔角色嘅。《倚天屠龍記》嗰個韓千葉啊，楚留香入邊有個叫胡鐵花。個胡鐵花係呢個苗僑偉飾演嘅主角，楚留香嘅好朋友嚟嘅，都算係男二啊。當人人都爭住做男主角咧，佢就變咗綠葉嘅。佢點解啊？佢話演主角日日加班捱夜好辛苦嘅，屋企要食飯，要養仔女，而且做主角唔止做好自己本分噶嘛，又要即係帶動周邊嗰啲演員啊，好大壓力噶。佢話我小學畢業思考轉數唔夠人哋快，加上我9點半就要瞓覺，我早瞓嗰啲人嚟噶。咁所以佢因為呢個原因咧，佢話我淨係做配角 OK 噶。個電視台唔使開工嘅日子，佢就做下散工啦，揸下的士啊，專線小巴啊，旅遊領隊啊，嗰啲乜都做嘅。佢有電工牌，有時幫朋友整電器，又有電子鍋爐牌呢個好少人有噶，負責檢查嗰個酒店中央熱水處理器咁樣話佢即係佢基本上好多張刀嘅個身。咁做咗30幾年電視咧，佢話開始做一啲奸角啦。有啲奸角佢都做過嘛。十年前有啲太監啊，做公公啊嗰啲，其實佢演乜都得嘅。喂，但係其實講真，你 TVB 翻廠一定係凌晨噶，可能佢嗰個年代唔同啦吓。但係你後尾你都係要凌晨翻工噶啦。咁唔係，佢而家拍咗《愛回家》，《愛回家》嗰啲我諗又係正常工作佢都唔係太適合做嗰啲搏殺嗰啲。但係兩睇嘅啫，即係講真。你後生搏一搏，你老咗唔使再頻撲啊嘛，係咪先？佢有機會嘅，佢後生係幾靚仔。咁講翻嗰啲愛情史啦，佢嗰個老婆就走咗啦，第一任嗰個，咁係相親相愛嘅。咁原來咧，佢學唱歌咧就覓得呢個第二春嘅，咁得意吓。佢話提起即係佢而家個老婆叫吳香倫啊嘛，咁佢又 sweet 嘅。佢話我哋第一次相遇咧就2010年拍個怒火街頭，佢有對手戲啊嘛。佢對稿嘅時候我提佢，你而家唔好喊啊，唔係陣間你喊唔出噶啦，一拍完就走啦。佢當時佢老婆都仲在生，係啊。咁2年之後啦，兩個人喺化妝間見到，咁吳香倫知道佢太太離世咧，上去慰問下佢啊嘛。直到2014年拍嗰個食為奴咧，就再度相遇啊，一齊出埠去橫店拍嘢咧，咁交流多咗咁跟住就同佢一齊啦。咁原來就話呢一任太太咧都係有病嘅，所以咧就承諾係照顧佢一世嘅。佢受過一個訪問啦，佢話曾經經歷過呢個婚姻嘅重大打擊，因為最愛嘅人離世。咁再婚之前咧，佢問咗仔女先啊。佢話係仔女OK 佢先去追求呢一位吳香倫即係佢而家個太太嘅。
佢哋嘅感情得嚟不易噶。因為一開始咧，因為阿陳榮俊啊，佢都經歷過生死邊緣啊，子女包容咧，先能夠走出呢個前妻病逝嘅陰影噶嘛。咁啊，向呢個吳香倫就當眾求婚吓。咁啊，點知咧，原來啊，吳香倫咧患上咗嚴重嘅肺炎，多次入院啊，令到陳榮俊都非常擔心。因為佢而家咧個病情算係穩定嘅，但係個肺比較弱啲啊。咁啊，承諾咧就陪佢咧照顧佢一生一世嘅。嗱，未相戀之前咧，佢兩個即係佢同個現任太太咧嗰個背景有幾大嘅個分野。因為咧吳香倫啊出身呢個演藝世家嘅，個9歲加入劇團，贏過歌唱比賽冠軍嘅。17歲加入 TVB 就係呢一個歡樂今宵嘅合約歌手，後來轉型做藝員啊，多個劇集咧都有客串嘅。咁佢就係原來做咗咁耐，我以為佢突然間出嚟嘅添，呢個姐姐原來唔係啊，細細個已經喺 TVB 做嘢噶啦。咁啊，陳榮俊咧，咁開頭就係做龍虎武師啊嘛，打到甩手甩計啊嘛，你話佢啊，整冷氣啊，兼職小巴啊，導遊啊，領隊啊，電工啊，佢輾轉反側28歲先正式入行做配角噶。雖然同樣喺 TVB 打工，但係一直未有合作，本身兩個都唔識。咁話喺26歲嘅時候咧，佢已經同第一位老婆叫鄭安麗結婚，咁啊生咗2個仔1個女啊。佢個女幾靚，我睇過啲相吓，咁成個家庭就好甜蜜嘅。去到2010年咧，咁佢老婆因為咧腦血管爆裂而過身嘅。相戀29年啊，突然間失去呢個枕邊人咧，佢係一度情緒崩潰咧，仲係即係有諗過自殺添啊，欲輕生喎，報紙咁樣寫佢。佢好彩啲朋友開解佢咯，就慢慢平復心情。4年之後啦，佢同阿吳香倫啊，就係拍翻嗰度食為奴，咁兩個合作有頭契啊，有啲即係幾啱傾咁樣咯。咁嗱，陳榮俊咧知道阿吳香倫咧就有教唱歌嘛，咁啊主動要求咧你教我啦，就去卡拉 OK 度約會啦。咁啊陳榮俊咧就表示第一個老婆嘅離開對佢打擊太大啦，但係佢啲仔女已經成家立室啦。佢都想有個人陪嘅，咁所以慢慢咧就對呢個吳香倫就有啲好感，希望走出呢個喪妻之痛啦。嗱，咁但係佢咧就好尊重啲仔女嘅，咁就追呢個吳香倫之前咧都問過晒啲仔女得唔得先，你接唔接受到先？如果佢哋話難以接受咧，佢就算噶啦，佢放棄噶啦。咁佢個仔啊，曾經喺 TVB 一個節目度就話啦，啱啱知道爸爸想追求吳香倫咧，佢話好突然啊。好難以接受嘅，而妹妹甚至認為爸爸呢啲叫不忠啊，因為媽媽當時離開咗唔係好耐啊，點解咁快變心呢？咁但係個女話諗深一層咧，其實媽媽已經離開咗3年幾啦，都希望爸爸可以有個伴嘅。當聽到仔嘅一直話咧，咁佢都喺身邊咧就落淚啊，即係嗰個節目就影咗出嚟，個仔話其實你都係需要有個伴嘅咁樣，咁佢喊晒咁樣嘅，得到仔女嘅同意啦。佢勇敢去愛啦，咁佢就話自己當時膽粗粗咧就拖佢隻手，個電視劇情都有啦，過馬路借頭借路拖人隻手啦，冇俾人揈甩咪叫得咯咁樣。咁啊吳香倫就話啦，係啊，佢好老土啊咁樣，就展開咗呢段黃昏戀啦。咁但係就話即係佢身體都麻麻地啦，呢個陣間先再講啦。咁講下佢哋啲日常小節先啦。原來陳榮俊咧個廚房擺咗好多過期罐頭噶噃，佢話呢啲罐頭咧擺咗幾年噶啦，原來係佢老婆生前買噶。吳香倫知道佢唔想改動屋企嘅物品啦，就由佢啦，保留現狀啦。佢欣賞佢呢個人長情啊，咁佢個仔咧就多謝吳香倫啊。佢話多謝 Helen 啊，陪伴我爸爸過下半生嘅。我爸爸曾經因為媽媽嘅離世咧係想過自殺嘅。佢話多謝你救翻佢，佢呢件事真係衷心多謝你陪伴佢行下半世咁樣。咁令到阿吳香倫咧都感動落淚嘅。咁佢個女陳榮俊個女咧就寫信表達對爸爸嘅祝福嘅，仲感謝爸爸對呢個家嘅盡心盡力。即係咁睇到咁幸福即係個仔女都多謝自己咧，呢啲又係即係相當之感動。咁呢段新戀情咧，佢話陳榮俊開始萌生再婚嘅念頭。俾拍拖3年嘅吳香倫一個名分。曾經就話演過佢哋個女嘅黃翠如，成日鼓勵佢求婚啦。但係咧，其實
陳榮俊開頭係婉拒，佢話我哋啲老嘢求咩分啊？一把年紀唔做呢啲嘢噶啦。咁啊，黃翠如就話啦：你唔求婚，鬼嫁你啊！咁你想同佢一世啊嘛？嗰個想你求婚啊嘛？咁因為黃翠如一句咧，佢即係阿陳榮俊喺 TVB 2017年搞盆菜宴嘅時候，當住2000幾人就跪低求婚，哇，好感動喎！憑住一顆真摯嘅心咧，就真係嫁得出，哇，犀利！咁啊娶到佢，2000幾人望住求婚，年紀都好大啦，係咪啊？咁就真係好 sweet 嘅。第二日兩個人結婚啦。喊晒咁樣，場面感動。佢話唔使咁激動，簽咗紙，我係你老公啦，我會繼續做你嘅人肉鬧鐘。你唔識煮飯，我識，我會照顧你一生一世，俾你永遠幸福快樂咁樣樣。佢黃昏戀得嚟啊，吳香倫其實都幾靚啊，係啊，頭髮啊白啲咁啊，講阿陳榮俊，但係其實都係好靚仔嘅。其實個樣都冇乜點變，係啲頭髮白咗啫嘛。咁兩個人咧就上遊輪就去歐洲度蜜月嘞噃。跟住咧，發現咧狗咳好耐都未好，成日咳，成日咳。吳香倫原來啊，佢有半邊肺咧就花咗，另一邊肺啊1/3花咗，慘啦！證實啊患咗嚴重嘅肺炎。咁啊，陳榮俊啊諗起前妻生前重病嘅畫面咧，死啦！嗰個老婆又行咗，而家呢個老婆又病重，心如刀割啊！驚到咧，驚呢個惡運再臨啊！就話點解又係我啊？點解唔好嘅嘢都喺我身上啊？我係咪做錯咗啲乜嘢啊？咁樣，本來陳榮俊咧擔心吳香倫病情，打算取消呢個蜜月旅行啊，但係佢堅持要去嘅，因為好彩最後啊吳香倫係準時食藥，嗰個病情咧就係得以控制嘅。咁啊好轉咗一段時間啦，後來咧吳香倫咧又再次入院，要入院切除手指同埋大腿嘅部分組織化驗，結果原來係患上咗罕見嘅病皮肌炎。罕見病皮肌炎係咁啊！陳榮俊咧心情啊即刻落咗谷底咯，成日咧要幫佢做家務啊，陪佢行山啊，希望可以恢復佢健康。咁佢接受傳媒訪問咧，強調會照顧吳香倫一生一世噶，只要兩個人一齊可以買餸煮飯，就已經覺得心滿意足啦。咁呢位前輩嘅感情生活都幾波折，即係所以人咧要珍惜眼前人，健康都唔係必然嘅。咁我又好返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新聞，拜拜。